国立台南嘉义高中流行服饰科83位毕业生，一个行伫咧春典台，展现出因家己所做的作品。那今天的这个毕业成果展，主要呢是让同学3年来他们的一些设计跟他们的这个服装制作的一些学习，最后呢能够呈现出来。所以今天包括服装的设计到打版到裁剪，以及他们今天的配乐跟他们今天的这个影片的制作，全部都是由同学自己亲自完成的。每一位毕业生拢是用严格的标准来要求家己的作品。当讲伫台顶也看到学生呈现出多样的风格创作，并以展现青春活力为主轴，相当不简单。我们的主题是巴洛克。然后一直变了形的珍珠，我们做整套衣服，加上大家一起完成彩排的时间，总共花了半年多到1年。我们这组的设计理念就是采用中国风与现代的结合，然后就是以蓝色为我们的主要色调，然后去进行一个设计，然后呈现出每个人心中最想要成为的那个样子。我们创作理念就是来自各个不同国度的公主，她是小精灵，然后她是蝴蝶仙子，然后我是那个就有点像芭蕾舞娃娃，然后她是小美人鱼，她是那个梅丽达，然后她嘞是仙杜瑞拉，就来自各个不同国度的公主，然后一起表演这样子。校长表示，嘉义高中一直以来拢是以多元的特色作为学校的发展方向。这届学生伫去年就甲舞蹈班合作设计戏服，展现出不同的创作。希望学生毕业了后，会当继续有精彩的表现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